能力學院，一個開發你無限潛能嘅地方。好啊，哇！你唔好咁近啊，大佬。全球首檔異能成長競技節目《超能力學院》，請來了鬼王梁思浩當校長，以及法明師傅道元老師、風水師兄擔任導師。頭先我睇片啊，我自己拍㗎，我喺現場㗎，我係睇到精彩就係點咧？做咩唔開埋嗰個結果啊？豈有此理啊！拍咗靈異節目超過20年，但係我可以擔保呢個節目係我拍咗20年以嚟最精彩嘅一個，因為我自己都大開眼界。我哋喺怡保嘅一個古堡就發生咗一件事，原來喺個古堡裏邊咧，你望到我望到你，但我講緊嘢，但係你聽唔到嘅。原來你入咗另一個空間，嗰個空間係好匪夷所思㗎。我行過去你嗰邊，再同你講嘢，我要喺你隔離，你聽到，但我又褪翻嗰邊之後咧，你係見到我口喐，但係你聽唔到喎。每幾分鐘咧就會有一位，譬如話我哋後邊啲攝影師啦就冧低啦，跟住咧導演啦又亦都過嚟揾你啦。我哋身上有咩法器咧？攞去啦，攞去用啦！我哋拍緊嘢啊！你快快自己保護住自己先。超能力學院收市場。